今兒晚上給大家說的這件事兒，你看這名字了嗎？這名字往常好幾期大家都說名字起得有點古怪，但這期就更古怪了。我跟你說，別看這名字聽着好像名偵探柯南的卡通片，這可完全不是。不信的話，你上百度查一下，你看看天津有沒有北辰區這個地界。因為天津除了市內6區之外，還有4郊5縣，北辰區就算是天津的城市的近郊。今天咱們提供故事的小伙伴，他們家就住在北辰區的邊兒上，也就是說並不靠近市區裡。雖然是天津人，但是人家小時候是在天津的鄉下長大的。他這故事發生年代也不久遠，就是近些年。因為提供故事的小伙伴99年才生人，那麼也就是說，他上初中那會兒已經是201幾年的時候了。咱們這小伙伴跟我說，他說我初中的時候幹了一件傻事，這件傻事而現在導致我一拿起相機拍照，心裡都虛虛呼呼的，總怕拍的這張照片拍出雜麼蹊蹺來，因為小的時候，那次經歷真把我嚇壞了。好了，那渣不耽誤時間了。接下來啊，我直接帶着你進入我們今天的主題，給你說一下當年渣這天津的北辰區這少年到底拿着手機拍出雜麼嚇人的東西來了。咱們今兒要給大家講的這故事提供者的名字叫快樂至上，這小伙伴是99年生人的。土生土長的天津北辰這麼某村子的村民，實際上人家跟我說了特別清晰的村名字，但是渣在節目裡就不能說了。咱們關鍵聽的是這件事情。快樂至上跟我說啊，他說他這件事兒就是發生在小時候初一那年，這年初一的暑假，他說我在家待着實在是沒勁了。就跑到大概距離我沒多遠的這麼一個村子找同學玩去了。這次找同學啊，他說我去了，可能得有在他家玩兒了7、8天，等於是住在人家家裡。等到他在人家裡住到6、7天的時候，一天大概4點多鐘，他這小伙伴提議說，咱們拿着新買的這手機，揸到鐵道邊上拍照片去。那個年代剛有智能手機，智能手機算是有點要普及了。咱們這小伙伴家裡條件還是不錯的，早早的就用上了能拍照的手機，再加上這哥倆的手機當時都是新買的，無比的新鮮。他說我們倆拿着手機走到哪兒拍到哪兒，看得老頭兒都恨不得。邊兒有時候看那個漂亮的石頭，看見個漂亮的花兒，都會把它記錄下來。這天我們倆就決定去鐵道邊上拍拍照去，因為鐵道邊經常開那些野花雜麼的，尤其是到了夏天，這野花開的山坡子上全都是。當然你別誤會，別誤會，就是他們村子有山沒有山，就是一些土坡子。至上兄弟跟我說啊，他說這天我們倆就按照他說的來到鐵道邊兒上了。到了鐵道邊兒上，這會兒已經快5點了，然後就拿出手機開始拍照來。沒錯，的確就像他說的，土坡上開滿了好多的花，非常的漂亮。再加上這鐵道當時建立的位置要在土坡的稍微高上去一截，我們倆費了半天勁爬到鐵道上之後，站在鐵道上往下邊看，下邊那兒都特別的美。所以當時拍照那算是拍投入了，一投入了之後，時間過得就特別的快，不知不覺的就發現太陽開始下山了，當時的景色就更加愜意了。你想，夕陽西下，滿山遍野的小花棵，我們倆是越拍越喜興，並且呢，還模仿着人家藝術家的一些拍照方式，還特意的拍了拍鐵道。我還給調成了黑白色的，怎麼看着怎麼有味道。再接下來玩了一會兒，
玩着玩着就不好好玩了。我這朋友就玩了命的拿手機拍我，必定是兩個男孩子不樂意拍照。我越說不讓他拍，他就非拿着手機對着我拍。行，乾脆你對着我拍，我也對着你拍。我們倆就對着玩了起來，一邊玩着，一邊沿着鐵道往前走着。走着走着，我大老遠就瞧見不對的東西了。怎麼不對？因為這鐵道還是有點高的。站在鐵道上邊往下瞧，我發現遠端有一大片地方，這片地方上面有好多石碑。我仔細再這麼一瞧，我馬上就開始問他，那塊地是不是墓地？這話問出來之後，我的小夥伴就朝我點了點頭，意思告訴我那就是墓的。馬上他就給我講，這是我們村子的墓地，旁邊村的人也葬在這兒。這片墓地好久好久，現在天有點黑了，你敢跟我過去看看去？當時沒覺得有什麼事，那墓地不嚇人，因為弄得挺乾淨的。我也沒說啥，我心想過去就過去，就跟着他沿着鐵道朝着前方的墓地走去。不知道為了什麼，我這哥們兒不知道腦子犯了什麼病，到了這鐵道附近，他還對着我拍照，我們倆就還繼續對着這麼抖着，他就說敢不敢下墓地裏邊溜去。其實我當時心裏有點發毛，但是有他陪着我，再加上此時天沒有完全的黑，也就跟着他下了鐵道，朝墓地裏邊溜達去了。可是我這個決定其實也沒事宜，那個墓地本身也是開放式的，我們只要不驚動了這些睡在裏邊的叔叔、奶奶、爺爺大大們，沒別的事情。可是誰知道到了墓地裏邊，我是懂規矩的，手機我馬上就給收起來了，但是我這小夥伴就跟不懂人事一樣，拿這個手機就開始在墓地裏邊拍起照來。我當時提醒過他，他剛拍的第一張的時候，我就說墓地裏可不能拍照，不行。住了，離開了墓地之後啊，慢慢的朝着他家走去。這一道而上，你要說沒看之前拍的照片，那是胡說，但是必定不是坐車回去的，是走，拿手機隨便按了按，但是還是主要顧着我們倆在那兒嬉笑打鬧了。到了他們家，爸媽這飯早就做好了，跟手坐在桌子上就開始大吃起來。也就是說，直到我們倆吃完飯回到他房間之前，沒再看過手機。可是趕等吃完飯之後，兩人回到屋裏，我們倆就開始彼此翻着自己的手機，想看看今天下午的收穫，拍的這些優美的照片。可正當我翻到我們倆快接近墓地的時候，因為在這之前我們拍過一張人影的照片，啥是人影？我倆肩膀摟着肩膀，然後當時呢，夕陽呢，能映照出來一個人影映照在地上，我們倆呢，對着人影合了張照。可是當我無意間翻到這張照片的時候，我就只見呢，我們倆拍的這個人影，這後邊出現了第三個人的影子。當時拍照的時候，我能100%的確定這周圍絕對沒人。可是這明顯在我們兩人影的身後站着一個比我們倆要高好多的大人的影子。這張照片當時我看完了，我那腦門上的汗珠子就出來了。正當我最緊張的時候，我剛要拿着手機問他，我想問問他這到底是怎麼回事的時候，沒想到那哥們兒比我反應還大。我剛要張開嘴叫他過來朝我手機，他嗷的一聲就叫起來了，馬上呢就對着我大喊：你快過來，你看看我手機拍的這是什麼東西啊，這是啥啊？我當時也慌了，因為我的手機也出問題了，馬上我就湊到他邊上，
萬萬沒想到他手機拍下來這個可就不只是一個人影，比我之前拍的那個要嚇人多了。因為我拿回來他的手機啊，我就看到他當時給我播放的這張照片，應該啊，像是我們出入到這個墓園的時候，還站在土坡上邊俯視拍的整個墓園。可是當時這張俯視照片上，我們拍照的時候，我敢對天發誓，墓園裏邊一個人都沒有，只是看着眼前的這張照片，就在這墓園的東邊的角落的一個不太大的白墓碑上，坐着個老太太。這老太太穿着一身冬天的，隱隱看不出來是什麼顏色，因為老太太的照片很虛，但明顯能瞧出是個老人。這老人應該骨瘦嶙峋，但是身上穿的衣服又肥肥大大的，就坐在一個白色的墓碑上邊，低着頭，不知道他在幹什麼。頓時我後背嗖的一下就一陣涼汗，我也顧不上跟他講我手機裏的這張怪照片，因為他的這張照片比我這張要嚇人的多。我們倆此時別提怎麼用語言形容了。傻傻的看着手機，不知道該怎麼辦，甚至彼此都不知道該給對方怎麼解釋。尤其是這會兒上初一，這麼大的孩子，本身幹了這種壞事，誰敢跟家長說？所以我們倆只能躲在臥室裏。最終商量了半天，反覆也看了半天，最終我倆決定還是把這張照片拾了吧。因為總覺得這照片留在手機裏不太吉利。刪完照片之後，我就一直在埋怨他，告訴你別對着墓地拍，看見了嗎？你還要對着石碑合影，虧了我攔着你，這是揸門拍相，這老太太離着遠揸看不清楚，萬一你要對着墓碑合影，跟你合影，邊上坐着個老太太，對着屏幕笑。揸兩隻手機還要不要？我這小伙伴也不再像之前覺得自己作的沒什麼，現在也開始認錯了，告訴我說：我哪想得到，我真沒想到真有這些東西。你回憶一下，剛剛到墓園的時候，那墓碑上坐着人了。我聽完他說這個，我都想扇他。照片是傻子都能瞧得出來，誰大三伏天穿着一身毛衣，沒事到墓園的墓碑上坐着去。再說了，我又不是瞎子，剛剛又不是夜裏邊那墓園連隻貓都沒有，所以說他還有臉讓我再次確認一遍。我當時就真有點哭笑不得了，我隨手又拿了我的手機出來，我就跟他說：行了，你那事宜解決完了。你那個比我這嚇人，你趕快再看看我這個吧，我這個也不是這麼簡單的。我隨着說着就打開了手機，調出了那張對着影子拍的照片給我這哥們兒。這一瞧，我這哥們當時差點給嚇哭了，因為他說拍照的時候他印象比我還深，他還特意的朝後邊看，因為就在拍照的時候啊。他說好像後背有人扶了他一下，自己當時還覺得奇怪了，好像有人拍了他，然後馬上回頭發現後邊沒有人，所以轉過頭來，這才對着影子拿着我的手機拍的這張照片。他再這麼一說，我當時心裏也是撲騰撲騰的，但是光害怕有什麼用啊，無濟於事。剛才渣說了也不敢跟家長說。我們倆這天晚上整整熬夜熬到2點多鐘，因為那會兒上學作息時間是很穩定的，很少2點鐘睡覺。這天晚上不知怎麼了，滿腦子就在轉悠剛才下午在墓園的那點事。我們倆躺在一張床上，就一直的在分析到底發生的是什麼。可是最終我們兩人必定是個孩子，能分析出來是個怎麼啊？說着說着，最後就開始講起了一些別的靈異故事，並且我們倆晚上聊天的時候還一致的認為，
那照片不應該刪了。其實我們把這照片要是發到網站上或者發到空間裏以後，弄不好啊，還能跟朋友炫耀炫耀。但是那個年代的手機沒法恢復備份，所以照片肯定是找不到了。不過現在長大了，回憶起來，這個照片刪的是對的，因為人大了以後，成熟了以後，聽身邊的人發生的事，再加上自己的閱歷經驗，有時候小時候幹的一些荒唐事，真的是為自己捏了一把冷汗。好了，朋友們，咱們這期故事就給大家說完了。這故事沒啥分析的，其實人家小伙子提供的故事非常的詳細雜麼？村子在哪兒？鐵道在哪兒？我說哥們兒得了吧，這些咱們不能說。故事就是故事，說了之後就不是故事了。具體他那天拍的照片，拍的是啥？他也拼命的問我。我覺得啊，有時候照片兒啊，雖說不會說話，但是這個照片兒拍出來的東西也不能100%的證明雜麼，弄不好就是某種光學反應像素點造成的，或者是一些別的雜麼的吧。行了，不說了啊，再說就說漏了啊，再說就說過分了，沒意義了，因為咱們講的這些都是故事，大家不能當了真，當了真就違背了初衷，因為大海講故事就是為了陪伴着你每一個無聊的夜晚，幫你整理碎片時間。你要是當了真，在這故事就不好講了。那行了，今兒的故事渣就說到這兒了，感謝朋友們的收聽，我們明晚再見。